Hello， 歡迎返嚟我嘅讀書會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持續邁進》嘅。咁作者一開頭講到呢，就係窮人呢係應該將重點放喺儲錢，而有錢人呢係應該將重點放喺投資嘅。咁點解作者會有呢一個諗法呢？就係佢認為呢，你窮人你本身個本呢係唔夠多嘅。咁就算俾你有100% 啦，或者200% 嘅回報率啦，你出到嚟嗰個金額呢，其實亦都唔會好多嘅。咁所以呢，你應該將你個焦點呢係放喺儲錢嘅，即係將你嗰個本金呢係增加先嘅。咁之後呢，先至落去投資嘅。咁而有錢人呢，咁本身你個資本其實已經夠多啦嘛。咁所以呢，係應該將嗰個重點呢係放喺投資嘅。咁點解投資係咁重要呢？就係因為如果我哋唔投資，淨係儲錢嘅話呢，咁我哋長期呢係會俾通脹呢係輸晒啲錢嘅。咁所以真正拉開距離嘅呢，就係有冇將一啲錢呢係放去可以幫你生錢嘅一啲資產嘅，跟住呢持續買進，長期持有，咁由時間呢係幫你去賺一啲複利嘅。咁作者呢認為呢係想要致富呢係有3樣嘢係需要做嘅。咁第一樣呢，你就需要增加收入啦。第二呢，就係將一啲收入呢投向一啲可以幫你生錢嘅資產嘅。第三呢，就係等複利息呢係去慢慢去滾存同埋去運作得夠耐嘅。咁點解要先講呢一個收入呢？咁因為現金流呢係投資嘅燃料嚟嘅，你越能夠控制自己嘅時間同埋專長，將佢包裝成產品啦或者服務啦，你就越有能力係定期將錢呢投落投資產嗰度嘅，等到呢複利呢係真正係喐得起嘅。咁想增加收入，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呢？咁作者呢就俾咗幾個方向嘅。咁第一啦，佢認為呢要釋放你嘅時間同埋專長嘅，即係唔好全部呢係賣俾一啲固定嘅工時嘅。例如，如果你將熟悉嘅流程呢係變成標準化嘅服務，咁你用成效嘅收費，而唔係用終點去收費嘅。第二係出售一種技能啦或者服務嘅，即係幫人解決問題嘅。第三呢，就係教學，咁將你擅長嘅內容啦拆成課程啦或者一啲工作坊嘅，咁嗱慢慢呢係變得有規模化。咁第四呢，就係銷售啦或者係推廣產品嘅，無論係你自己做嘅一啲小產品啦，或者係你同其他人合作做一啲聯盟推廣嘅。重點呢，就係將你嘅影響力呢係變成可以重複嘅收入嘅。咁第五呢，就係做一個可以配合你節奏嘅副業啦，唔一定要大嘅，但係要持續嘅。咁你每一個月先有一啲嘅現金呢係去擺去投資嘅。咁講完賺錢啦，我哋講下我哋平時用錢而用得嚟又唔會有罪惡感呢。咁作者呢就會提議一個呢好過癮嘅做法，咁就叫做2倍法則嘅。咁當你真係好想用一筆錢呢係買一樣嘢啦，或者做某一件事嘅時候呢，咁你同時呢係要預留翻相同嘅金額去做投資嘅。咁例如啦，如果你想買一部3000蚊嘅手機，咁你同一時間呢係需要用3000蚊呢去做一個投資嘅。咁所以呢，你用錢嘅同時啦，你亦都係為咗未來呢係買一啲資產嘅。咁你個心係會安心啲嘅，亦都唔會因為一時嘅享樂啦而拖慢一啲長期嘅目標嘅。咁第二個習慣呢，就係將你加人工嗰部分係自動撥去投資嘅，即係例如如果你每一次加人工啦，咁係加咗人工嗰部分嘅其中嘅5% 呢，係直接呢係擺去投資嘅。咁所以你唔需要話靠意志力嘅，係每一次如果你有加人工呢，你嗰個投資嘅金額呢就跟住升級嘅。咁書入邊呢，作者都同大家討論咗一個應該大部分人都會想知嘅一個問題嘅，就係我究竟係應該租樓啊定係買樓嘅？咁
書入邊呢，就俾咗一個比較務實嘅角度啦。咁作者認為呢，買樓呢係可以幫你慢慢累積呢一個資本嘅，但係呢，同一時間呢係有好多額外嘅成本嘅，例如稅啦、保險啦、維修啦、成交費啦，同埋仲有你個時間同埋心力嘅。咁短期嚟睇呢，其實呢一啲成本加埋呢，係往往比租屋呢係貴好多嘅。咁但係長期嚟睇呢，就要睇你會唔會喺同一個地方呢係穩定住足夠耐啦，同埋你嘅收入啦、工作啦、家庭關係其實係咪已經穩定嘅。咁相反呢，租屋嘅好處呢係可以預見嘅彈性啦，你大概清楚呢每個月會俾幾多錢嘅。只不過呢，壞處就係呢，市場嘅租金呢係會升會跌嘅。咁你心入邊呢係需要有呢一個預期嘅。咁所以作者呢就建議你問自己3個問題嘅。咁第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打算喺呢一個城市至少住10年？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嘅私人生活啦，同埋你嘅職業係咪已經相對穩定嘅？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條問題，你負唔負擔得起嘅？咁假設呢3條問題全部都過到啦，咁你先好慢慢諗係究竟買唔買嘅。咁講到投資呢，其實點解我哋一定要去投資呢？咁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就係我要對抗通脹嘅。因為呢，你淨係儲錢，咁你嗰個購物力呢，其實係唔停呢，俾時間慢慢咁樣侵蝕嘅。但係如果你將一啲錢呢係放喺一啲可以生錢嘅資產啦，你先可以保得住本啦，之餘呢，亦都可以維持翻你嘅生活水平嘅。咁第二呢，用財務資產呢取代人力資本嘅，因為你嘅工作能力呢，始終都會因為年紀啦、健康啦，或者市場嗰個變化而下滑嘅。咁但係資產呢係可以幫你將來頂住呢一個缺口嘅。第三呢，係將投資變成習慣嘅。咁等錢呢係幫你工作，而唔係你淨係為咗錢而打工。咁投資呢有一個陷阱呢係可能好多人都會遇到嘅。因為我哋成日聽人講話，我哋買股票要低位，或者唔一定係買股票啦，其他嘅投資都希望可以低位先至買嘅，所以呢，你就會唔停咁樣去儲錢啦，極少落場嘅，咁最後呢，就錯過咗一個好寶貴嘅時間嘅。咁呢一本書呢個書名叫做持續買進，其實意思即係話要我哋分批定投，唔好摸底，等時間呢去平均化呢一啲嘅波動嘅。同埋你越早開始呢，即係個複利息越早開工嘅話呢，其實你長期嗰個報酬呢係往往會勝過你等到話最好時機嘅。咁同埋呢，投資呢唔係淨係買入，你仲要事先寫好呢係幾時賣出嘅。咁作者呢就建議你預先呢係定一個賣出嘅情景嘅，而唔係呢等到情緒呢最強嗰陣時呢係去臨時決定嘅。咁譬如話啦，如果公司個基本面出現咗你原本唔接受嘅變化，資產配置失衡到超過一個預期嘅比重，又或者你需要現金去應付已經知嘅大支出，咁呢一啲嘅情景呢，其實你要事先寫清楚啦。咁你到時呢係跟住你呢一個稿呢去做就可以嘅，而唔好俾呢一啲恐慌啦，或者貪心係牽住走嘅。長線投資呢，最大嘅敵人呢，其實都唔係一啲短期嘅波動，而係人性。投資呢係一場要足夠長時間嘅比賽嘅。咁你今日做嘅每一個小決定啦，例如自動扣款啦、分批買入啦、寫好規則啦、學一項可以賺錢嘅技能啦，其實呢都係幫緊你自己將自己嗰個賽道呢係鋪得直一啲，同埋順一啲嘅。你唔需要一次過呢係變好嘅，但係你只要每個月呢係將呢一個方向推前一格，咁你10年之後呢，你個人生呢就已經係好唔同噶啦。咁今日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嘅，咁可以 like、share 啦，或者留言嘅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